慳妹，我寬頻合約下個月到期，續約好定轉台好？你千祈唔好直接續約啊！點解？續約最方便啫，唔使煩。方便就係佢哋嘅陷阱。你知唔知續約有3大復位？乜嘢復位？第一，自動加價，供應商約滿之後會自動加你價，有啲加到成倍。吓？我上次好似真係加咗價，但我冇為意。第二，條款變更，佢哋可能會延長合約期，又或者取消某啲優惠。即係越續越少？就係咁。第三，舊客續約冇着數，新客先有迎新優惠，免安裝費，送 router。咁即係轉台好啲？梗係啦，轉台有好多好處㗎。但係轉台好似好麻煩喎。而家好簡單，上 broadbandhk.com 用免費格價計算器，格價計算器，輸入你嘅地址同需求，即刻睇到邊個 plan 最平最適合你。轉台嗰陣要自己搞好多嘢？唔使，我哋幫你處理晒，由申請到安裝，你乜都唔使做。哇，咁方便？仲有乜嘢着數？新客迎新優惠，免安裝費，送最新 WiFi router，有時仲有現金回贈。我即刻想轉，點做？5分鐘搞掂，去 broadbandhk.com 格價，或者直接 WhatsApp 我哋。好，今晚就搞。醒目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Broadband HK 轉台慳錢，一步到位。